個世界，我相信有市場就係最重要。我覺得一個藝術好，你冇一個商業擁抱咧，你又唔得嘅。即係我拍部戲，我可唔可以閂埋門自己睇咧？得，咁就唔係生意咯。咁但係如果你拍一部戲應該要俾觀眾支持嘅，咁呢部戲就一定要俾人哋認同。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你必然有生意嘅元素喺度。一定呢個唔係你個人嘅喜好啊嘛。咁你為咗公司投資，梗係希望公司唔會蝕本啦。咁自然嘅時間，你一定要受到商業嘅擁抱。其實而家好多導演佢拍啲片嚟，嗰啲畫家咁咯，佢畫得靚畫，好靚好靚，好有個人嘅風格。其實你都係需要個商業去支持、宣傳、promote。佢唔將你推介，唔將你用各種嘅商業手段將你 promote。你個畫你想值錢都難㗎嘛。咁我覺得呢個界限好難分得咁清楚。即係如果你係做一間公司從商業去睇嘅話。